先分享到各大群组哈。好，我让你们知道什么叫狂，是不是？好，开战了，分享起来啊！别怀疑，1000在哪里？1000人，我有事情跟你们宣布，今晚让你们知道什么是直播界最狂。分享，麻烦有社团用力分享啊！有听到人懂的人打给我懂，先分享。600人分享，1000人，我有事情要宣布哦。分享是不会吗？来850，1000在哪里？分享。来1030，再分享。来分享1001。来开战了，开战了！来擦不疯狂，擦不疯狂就等死。好，擦不疯狂就等死。有各大媒体有看到，麻烦注意听着哈。今天我吃屎哥真的很火大。我现在先宣布，到底什么事情？帮我顺便帮我标记那个油叉西网红是不是？油叉西。来，我跟大家讲是什么事情我跟大家讲什么事情好不好？我跟大家讲什么事情注意听了今天我真的很火大，来，人数不够，再分享。来，大家应该知道说今天有上一则新闻，对不对？大家应该知道吧来，大家应该知道他是谁吧？来，我们来近看好不好？来，我们来近看，我们不来，来，大家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吧？他叫尤否西，对不对油叉西呀，是不是？来，我想请问一下，现在是以前虽然对了，来先注意一下，到底什么事情来，注意听，有给我听着人家就生气来，标题打什么我靠，我都过气了，还一直爆，吃屎哥呛有否西宁愿吃屎也不屑同台什么叫做调出本尊然后注意看贴3个截图反击我，你是多红？你要反击我是不是？你是多红啊？你只是过气的网红，你是多红？请问一下，你是多红？你要反击我是不是？来，5个小时啊！来，你追踪人数才多少而已？你追踪20个十百千万10万20多是不是？20多，来滑下去，不好意思20多嘛，对不对不好意思，20多，注意上面
来，你只是一个过气一个网红对啦，我吃屎哥真的啦，不屑跟你同台啊，因为啦，有否戏我之前跟你讲啊，有否戏我跟你讲，为什么我不想跟你合作吗？因为大家全台湾已经知道说你的频道没有很狂啊，你懂我意思吗？没有很狂的概念，懂得吗？懂得吗？懂的打懂。再加上你最近一些事情，让我真的很想要吐槽你，懂我意思吗？你的一些事情，大家知道什么事情吗？好像是什么拆团，是不是？是不是？还是什么小的？懂的人打懂。来，点进去一下。我觉得说，我今天跟你来，今天上新闻了哈。今天上的新闻啊，今天上新闻啊，今天上新闻而已啊。我觉得我吃屎哥真的比有否西还要红啊！不是我在那边做，你懂我意思吗？不是我在那边做，是真的我吃屎哥比有否西还要红，不知道为什么。你懂的人打懂。来，标题打什么？我觉得你可以拍影片呛我，哈哈哈哈！你不要自以为是，你懂我意思吗？我只是真的很想呛你而已，你懂我意思吗？来，你流量没有说很红了，来先分享，我要开始讲重点了哈，统统给我注意听，统统给我听着哈，先分享到各大群组，有社团丢社团哈。来，我跟大家讲一下哈，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哈。来，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到底什么原因？为什么我很火大？为什么我很火大？我跟他讲原因哈。来，注意听哈。来，有否西嘛哈？来。是否邀请你上我节目？来，是否邀请你上我节目？大家看到没有哈？你那么红，你还要找我吃屎哥上节目？你那么红，还想要找我上节目，是不是？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也不晓得啦。来，直接就可以私讯我。我直接打他脸，我直接打有否系的脸，为什么？真的啦，我现在比你有否系还要红，我宁肯吃屎也不愿意跟你合作。我这样打是合情合理啊，全台湾都很欣赏我啊。我是艺人，你不红，开始啊，我这里有业配，一直要邀请你手游，你愿意吗？我当然就回应他嘛。你的事情全台湾都知道了，我真的无法跟你合作。为什么？为什么我不愿意跟他合作吗？因为我吃屎哥太红了，有否系现在过气了，我凭什么要跟他合作？请问一下各位。我吃屎哥真的很红啊！我凭什么要跟有否系合作？来分享啊！我凭什么要跟他合作？我凭什么要跟他合作？我根据100万粉丝啊，想跟我吃屎哥合作啊，我不愿意啊！为什么？第一点，做人失败，懂了吗？有否系？我先跟你讲啊，我直接跟你讲啊，你做人失败啊！你做人失败啊，懂了吗？我吃屎哥今天打你脸是刚好的啊！你做人失败啊，有否系？分享，有否系？我告诉你，今天我吃屎哥为什么不跟你合作？有否系？我今天我吃屎哥为什么？我吃屎哥有道理，为什么不跟你合作？因为你做人失败，知不知道？因为你做人失败啊！我不会在乎说，哇操，你100万粉丝哦！现在100万粉丝不是重点呐，现在重点是你有没有热度，你有没有流量？我吃屎哥有流量嘛？
今天是我吃屎哥有流量嘛？今天是我吃屎哥有流量，二来我有人气，所以你才吃我嘛，你才私密我嘛，难道不是吗？我跟你讲啊，有否戏？你做人失败啊！分享，被我吐是刚好的啦，被我呛是刚好的啦，被我念是刚好的啦，懂了吗？懂的人大家懂。先分享，来再来我要讲的事情，来注意听。再来我要讲的事情哈，来，对，没有错。当初我有私密他，是因为我当初欣赏有否西，那是没有错。当初我私讯他，请问一下，当初你有回应我吗？当初我没有红啊，没有错啊，我只是一个小咖啊。你有回应我吗？你有回应我吗？你没有回应我现在看我红了，你要回应我啊！来，再来，而且各大媒体都在爆料你的事情，说什么前团员也离开你而已嘛，不是吗？也知道你这个北谷嘛，不是吗？就是因为你北谷嘛，是不是？你不是北谷吗？你为什么你要当北谷？有啥戏？为什么你要当北谷为什么？有啥戏？为什么你要当北谷是不会回应我吗？有啥戏？为什么你要当北谷啊？先回答我，有啥戏？哦，是不是？来，再来，你的 FB 的那个按赞次数那么的少，那么的少，我那个赞啊，都10遍都比你多啦，不是吗？要比直播是不是？我的直播是最狂啊！现在什么时代了？现在是直播的潮流啊，懂了吗？有差戏出来面对，分享。我跟你讲啊，差不疯狂就等差。其实如果说我吃屎哥如果办一个频道，说我也可以办一个频道啊，我也可以办一个 YouTube 啊，我也可以取名一个啊，我也可以取名一个名字啊。为什么你要办这个？为什么你要办这个？我跟你讲啊，你现在不适合啊，因为时代不同了。现在是我吃屎哥的时代，懂了吗？现在是我吃屎哥的时代，而且全台湾，我讲白了，今天真的我比较狂今天我吃屎哥才是真正的狂，大家都很清楚，说我吃屎哥才比较狂。懂了吗？你们不要公开我的位置好不好？你们可不可以不要公开我的位置好不好？来，有差戏，我告诉你，现在全台湾知道我吃屎哥流量很高，你也不要来蹭我的流量啊！有差戏，我吃屎哥比你好很多你懂了吗？你只是一个过气网红而已，你以前很红没有错，但是现在时代不同了。现在是我吃屎哥比你红，懂了吗？我不会去看你什么100万粉丝啦，懂了吗？时代不同了，来分享，时代不同了啦，懂了吗？真正足白骨的，唔知你是白骨哦哈？有差戏，你唔知你是白骨的哦哈？团员怎么一个一个离开啊？那如果说我今天来办个我今天可以办一个那个再不疯狂就吃屎其实我可以取这个名字，因为我吃屎哥啊。其实我吃屎哥，我也可以办一个我也可以办一个 YouTube 取名再不疯狂就吃屎啊。那我开起来，
你的频道整个就被我吸过来了嘛。因为我已经挂名了，再不疯狂就吃屎嘛。这个 YouTube 频道如果让我吃屎哥来办的话，那是很可怕。你 YouTube 你 YouTube 啊，油叉西，你 YouTube 啊，流量会把我会把你整个吸过来。只是我今天不要，为什么？为什么？你知不知道？因为我想要在 FB 生活嘛，懂吗？不要说真的啦，先分享2000多人了，我整个快抓狂了。哦，我怎么跟你一起上那个啊？哦，我也不知道什么讲啊。你不要老是一直在蹭我流量好不好啊？有差西，有否西？我跟你讲啊，不要来蹭我流量啊，也不要来蹭我热度啊。有否西？我告诉你啊，我比你还要红啊，懂了吗？有否西？我比你红啊，你不知道吗？有否西？全台湾给我听着哦，我吃屎哥比有否西还要红，懂了吗？我告诉你们，我吃屎哥比有否西还要红。有否西，你过气了啊！现在是我的天下，时代不同的啦。我讲一句话，你怎么？我讲一句话，现在是歌的时代啊！我让你们知道这件事情。有否西？再打再，标记有否西，叫他上来，标记有否西啊！你看，没有人要标记一个有否西，都没有人要标记他，为什么？因为他不红嘛，因为他没有热度嘛，因为他没有话题嘛，所以没有人认识他。大家只知道我是吃屎哥啊，所以时代不同了。我要让你们知道，现在的时代啊，你不要认为说你们不要认为说你的频道很狂，不是这样子，是我吃屎哥啊，被我吃屎哥拒绝啊，你不觉得很好笑吗？你是一个100万粉丝100万订阅被我吃屎哥这样子吐槽拒绝，我相信啊，你吞不下这口气呀，懂了吗？有否西是我今天在说你啦，有否西，我今天就在说你嘛。为什么说你？不要那边蹭我热度好不好？你已经过气了。我要跟你讲啊，在这社会上啊，你不红，你也不狂，我吃屎哥比你还狂，懂了吗？有否西？标记一下你身边的朋友，包含各大群组，帮我分享起来。好，我不管说你是媒体也好，没关系，欢迎侧录，都欢迎侧录，没关系。今天我敢呛有否西，是因为你做人失败。有否西？我在讲你呀，今天你做人失败啊，我吃屎哥才不想跟你合作啦。你邀约我是不是？你邀约我，我凭什么我要跟你合作？我吃屎哥很红你100万粉丝你100万粉丝嘛，你邀请我，被吃屎哥
被吃屎哥吐槽拒绝，呸，吐槽拒绝，你会吞得下这口气吗？有否西？我相信你绝对吞不下这口气。为什么？因为你被我吃屎哥吐槽了，而且我还拒绝你的邀约。你看一般的人啊，一般的人，大家看到100万粉丝，马上就要去配合演出了。你看我吃屎哥拒绝啦，为什么？为什么啦？我不是看你的，我不是看你100万粉丝就很屌，是不是？不是这样子，我是看你呀、有否戏？做人失败。如果你不爽，跟我开直播，宣战，宣战，宣战。我跟你讲，有否戏？有否戏？不要整天在那边蹭我热度。今天开这直播是为什么要开这直播？大家清楚吗？大家清楚为什么今天开这直播吗？因为我很不爽，今天我很不爽，不爽什么？不爽这个过气网红啊！因为不爽这个过气网红啊，做人失败，而且你没有流量，你不要整天什么想要蹭我热度，蹭我热度。你很红吗？你很红吗？分享。我跟你们讲啊，我吃屎哥啊，我会看人的合作啊。我吃屎哥啊，会看人合作啦，不是每个人哇想要合作就合作。你要看看你是什么咖，你是什么咖？你是什么咖？有没有看到我眼神？我在看你耶。有否戏？不要整天那边蹭热度，蹭我流量，蹭我热度。你已经过气了，时代不同了。现在是我吃屎哥的时代啊！来分享。欣赏我的人打欣赏，欣赏我的人打欣赏，不要打那边毕竟深爱过，不要打那边毕竟深爱过。分享有欣赏我的人，今天这个直播有欣赏我呛的人，呛对的人，帮我分享。我讲的都是实话啊，我有流量啊，我很红啊，难道不是吗？你们在说什么小啊？一路好走，你们双敏哦，要挺我啊！对啊，阔人，谢谢欣赏。帮你置顶，网红啊，我网红一堆啊，一堆网红挺我啊，一堆网红挺我啊。因为我讲的每一句话都实实在在，我跟你讲啊，我讲的每一句话都实实在在，所以哦，网红每个网红都很挺我，都很挺我，都很支持我。我跟你讲啊，很多人都想跟我合作啊，好，欣赏啊，欣赏，分享。有否戏？你不红的。有否戏？你不红的，你知不知道啊？你一定不红了你一定不红知不知道？为什么你做人你这么失败？
你可以告诉我吗？为什么你做的这么失败啊？为什么你被我吃屎哥拒绝啊？你不觉得你会吞得下这口气吗？你吞不下，我知道啊，你就是吞不下这口气呀、不然你想怎么样？不然你想怎么样？骷髅人是我兄弟，按赞追踪抢先看。他也是网红啊。来2100了，分享。不要在那边打一路好走，一路好走。你们吃饱太闲是不是？啊啊！你们是哪一派派过来的？你们是哪一派？你们是对方派啊！不要那边打一路好走啊！你们是怎样？啊？你们是挺他是不是啊？啊？你们现在挺他是不是啊？啊？啊？挺我还挺他啊？一直刷按怒的按一直一路好走，你们是挺他挺我啊？啊？按怒试看看，按怒试看看，按怒试看看，你们是挺我还挺他？按怒试看看，再按呢？再按啊！再按啊！撤！等一下，我重点讲完了啦。哦，大家记得追踪粉丝团。